如果要把我韩国瑜一辈子所住的房子，通通做一次仔细的清查的话，那太多了。还有舅舅的、阿姨的、姑妈的、表哥的、表弟的。好，可以，要不要再下？不用，这边就可以，这边就可以。再下就落选了。对。好，来，小谢，好。那想先问一下，在大安区你住在那边的时候，因为镇江还有房子，那为什么会搬过去？我们大概选上立委没有多久，在镇江街购置的一个不动产，大概在16坪左右。那中间有8坪是秘书跟助理，主要在研究立法院的法案啊、预算啊，好几位秘书，夫妻2个大概也住剩下的8坪。后来有的小孩子感觉到8坪不够了，就换到另外一个亲戚的房子去，中间还过渡了一段时间，再转到另外一个亲戚大安区这边去，就是如此了。所以这个大安区房子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。那一些特意要抹黑跟扭曲造谣的，一定要把房子扣到我们的名字。如果要把我韩国瑜一辈子所住的房子，通通做一次仔细的清查的话，那太多了。还有舅舅的、阿姨的、姑妈的、表哥的、表弟的。我觉得一场选举选到这种程度，不停的抹黑造谣，一定要把房地产扣上来，非常的无聊。而且我上个星期透过我们发言人系统，把我们所有的房地产已经向全台湾的人民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报告了，好吧？谢谢。所以在大安区边住几年了？如果来来去去若干年，就是如此了。那我住在哪里，或住在什么时间，住在哪里？这么多年，事实上住了很多的地点，好吧？来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吗？副部要选花莲立委，对国民党的选情会不会造成影响？我还没有跟他进一步的接触，从他宣布之后，接触之后再说。那你会挺他吗？我觉得这是分成2个层面，一个情感，一个政党。到时候大家一定会了解我的选择。邱毅早上是不是有打给你？邱毅早上是不是有打给你？今天早上我没有跟邱毅，就我跟他通过电话，但是也是给他打气加油，因为这样子一个不分区名单的变动，他心理上的一些起伏，我总是说跟他打个电话治一下，没有其他的沟通都没有具体。对，谢谢。来的话会有我们当然欢迎啊，所有海内外来投资台湾的，我们都竭诚欢迎，好吧？我们非常希望，而且未来我们还是如果真的有机会当上总统，我还是非常期待，也会诚恳的邀请，然后提出更多的好的条件，欢迎海内外所有的企业界来台湾投资，这个目标不会改变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